一不小心闯进了龟仙人修炼的会所。面对鲁莽的后生，龟仙人没什么切磋的兴致。即便是可乐带动了一群猫前来围观，他也不想要什么流量。但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可乐没有撩到乌龟，却意外地收获了一群同道中人。这下群众基础算是扎实了不少。收编计划圆满成功，可乐在花园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牌。花园里的猫像季风一样来回变化，但总的来说，想进来的还是大多数。原住民猫早就习惯了时不时为了领地打打群架。现在拥有了这个身份的可乐也出马了。哎，这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呐！不管可乐究竟是眼神不好，还是智商短路，他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